氣質，也可以理解為氛圍。哈爾濱大劇院的氛圍，王東寧覺得應該是優雅熱情的。當我們說營造一種光的氛圍時，我們在說什麼呢？渲染整體底色的環境光，強調重點的焦點光，瑰麗的華彩光。這是美國設計師理查德·凱利歸納出的3種光的層次。他曾寫道：環境光是鄉間的晨雪，是山頂微明的薄霧；焦點光是無處不在的螢火，是開門時迎接你的微光；華彩光是神奇瑰麗的北極光，是魔幻的聖誕樹，是狂歡節的幻覺。每一種照明方式都有它不同的視覺功能，它們渲染空間的層次，構建良好的視覺體驗，觸發着人們關於光的美好記憶。可以說，這就是氛圍。